東係表示方向，東方。東張西望係形容人四周圍望。呢個字係陳，除咗係好多人嘅姓氏之外，亦都有陳舊，即係好古舊嘅意思。陳列，即係將啲嘢擺出嚟展示俾人睇。呢個字係凍，溫度好低就會覺得凍，冰凍。凍結，而呢個字係棟，可以係建築物嘅量詞，一棟。棟梁本身係指建築物主要承擔重量嘅橫梁，亦都會表示好重要嘅人才。